在地人在地情，这个屏东县拿底白字的传统门牌将要换掉。屏东县政府结合着各乡镇的在地特色，设计出特殊的门牌，像这个万丹就以红豆来为图样，来拿边是莲雾，恒春是关山的日头路。讲今年年底进前，就会当甲所有乡镇的门牌全部来换新。下车的过程，特色与门号的结合。万丹的红豆伫门牌顶拿边旁边都接的莲雾变做带路的指标。门牌结合地方特色，部落文化、地方特产、拍卡景点。这个屏东每一个县市的特色，即马拢和门牌做结合，互大家一看就知影到倒位。按算今年年底进前，全县就会使和传统的门牌讲拜拜。美化市容之外，还可以加深那一个观光客的印象，然后达到我们行销屏东的一个目的。恒春的关山很有名嘛，嘿，关山还有那个古琴。一个乡镇，一个门牌，设计真特殊，互邮差找路更较方便。就比较漂亮了，才不会像之前一样死板板的。如果外地人来到这个地方乡镇，就知道这个地方看一下门牌就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特产了，真的是不错啊！屏东客制化门牌，去年已经完成13个乡镇，按算今年年底全部拢会换新的，真有特色设计，显示在地人文的特色，而且是充满话题。